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，天命，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，亂局亦一樣人定。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早。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，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賭，天命最高。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，他面輪迴今世劇情，誰無誰，亦在歷史下效命，殘酷過一夜情。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早。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